大家好，歡迎來到子木發聊，我是發療師 Lyric， 他是我的同事 Javen。Hello， 歡迎嚟到子木發聊啊！我係發療師 Javen，佢有同事 Lyric啊。안녕하세요，小燈之戀입니다，也播喲。為什麼這麼多人都選擇我們子木發聊？因為我們把安全跟有效放在第一位。無論你是剛剛懷孕的媽媽，或者是生完小朋友的媽媽，都可以安心放心選用我們的產品嘅療程。點解我哋子木發療喺香港可以咁受歡迎？就係因為我哋嘅產品又安全又有效，無論係陀緊 BB 定係新手媽媽，一樣都可以放心使用㗎。我們所有的產品都經過 SGS 的安全認證，不含8大重金屬，不含矽靈，不含 NPD， 不含 PPD。所以如果你有關於頭皮方面的煩惱，歡迎找我們查詢預約。我哋嘅所有產品都係經過 SGS 認證，不含8大重金屬、矽靈、NPD、PPD 呢啲全部都冇㗎。如果你有任何嘅頭皮問題，揾我哋預約啦。